李云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姐姐呀？戏里戏外的反差感太强了吧！戏里被誉为千面女神不说，戏外她也是甜玉双修，只能说是祖师爷天降的花旦了。在戏剧的世界里，李云霄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。她演绎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血肉和情感，爱惨了李云霄的各种小表情，很剧情很自然，又超级可爱。她是风情万种的金镶玉，大漠里尽情绽放的红玫瑰。一句是假说陪我浪迹天涯都作假，心思就在那一张世界暗的双拳法，目中无他，别无洞察，君临天下也只能道一声挂。若我义无断设法，比你春夏万千法。若我义无定天下，在你方寸期盼到也罢。她是坚韧善良的方小米，为亚飞撑起一把天堂伞。曾起一座子的暖，层层错来悲与欢，风雨变幻自一次。她是自尊自爱的李素萍，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她是灵动自由的祝英台，化蝶追寻自己的所爱。太张扬，轻巧白马踏金榜，乘风的一把和尚，管什么名利场？龙飞凤舞莫两行，陌上公子是无双。那边美人求波涛，他突然变仓皇。一边是手上朗朗，一边是风飞蝶浪，小女儿把。她是传统戏曲文化里的时尚90后花旦李云霄，将古老艺术与现代气息完美融合。暖风拂槛，初夏将至，将盛开的花朵抱在胸前，低梳发尾，盘好发髻，玉立亭亭，换一身新装，眉目如画。她经过时，泛起一阵花香。又见一袭红衣扮水袖的李云霄，水袖偏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每一次挥舞都似水波荡漾，灵动如梦，真不愧为水袖公主，美轮美奂，把国风的美演绎到了极致。国风更是李云霄的统治区，温婉典雅和气势磅礴切换自如，美得有点犯规。她就像是外冷内热型的门派大师解句像画一般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躺在云上打滚的李云霄温柔甜美，感觉整个人好像被阳光照射一样暖暖的。穿上衬衣，戴上眼镜，变身为斯文但不是败类的李教授。拿下眼镜，用秒变超萌贪吃的小仓鼠，自在轻盈，千姿百态。李云霄甜玉双修，真是啥风格都能驾驭呀。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云霄是有边界感且很强的人，我理解为他是把工作、艺术、生活分在不同的空间里，他在不同的空间里享受各自带给他的快乐。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个与粉丝相处的空间，粉丝们追随他，爱他，守护他，给他写信表达心中的敬意和喜爱。从籍籍无名到星光大道，云霄始终关注着粉丝们对他角色的看法和演绎的评价。他对艺术的使命感让他不仅仅是将唱戏当作职业，而是将其视为灵魂伴侣，因此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李云霄这位戏曲与生活的艺术女神，用她的才华和魅力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感动。她的存在让我们相信艺术的力量可以超越时空，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。愿陪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，分享每一个喜悦和悲伤。你最喜欢什么风格的李云霄呢？评论区打出来，我们共同讨论。好3两人逃出学堂，气得老夫子胡须张狂，坏了娱乐场。